Hello，大家好啊！今次同大家分享下喺珠海如何搭巴士經港珠澳大橋返香港嘅影片。咁就首先呢度係珠海嘅港珠澳大橋口岸啦。咁嚟到之後，你就跟住人流行啦，咁正常過關啦，拍卡啦。然之後落到嚟，我哋就要去買金巴嘅飛啦。呢度有分人工售票處啦，同埋自動售票機嘅。而我就揀咗呢個自動售票機啦。咁睇翻熒光幕上，你就會見到珠海至香港，一張飛就58蚊人仔啦。咁啊，根據你自己嘅實際情況去購買幾多張飛啦。然之後又攞出你微信或者支付寶嘅 QR code 俾部機去掃描，之後就會彈翻張飛出嚟。攞完張飛，再嚟到呢個位置，俾佢嘟一嘟。然之後就好快上到車㗎啦，記住攬實個安全帶啊！行完成條港珠澳大橋啦，亦即係喺珠海到香港成個過程就大概30分鐘到啦。咁呢個過程話快唔快，話慢唔慢啦。落咗車之後就準備定你嘅證件啦，咁就同平時過關一樣㗎啦。過完香港關之後就嚟到呢個位置啦。咁無論你想搭的士啊、巴士啊，亦或者你想出九龍或者係去新界啦，呢度所有嘅交通尖嘴指示都寫得清清楚楚㗎啦。咁今日分享喺珠海搭金巴經港珠澳大橋返香港嘅短片就分享到呢度啦，希望可以幫到你啊！拜拜。